黎慕生一直喺大灣區工作，2022年舉家搬到廣州南沙，隨即就安排個女黎盈希入讀港人子弟學校。文心嗰個課程同埋佢哋教學模式咧，係可以話係完全為咗港人嘅家庭度身訂造嘅。咁個課程同即係香港本土差唔多，係保持一致嘅。咁變咗小朋友可以好容易、好無縫咁樣銜接到，佢哋好快咁適應到文心嗰個學習嘅環境同埋個生活。我其實係好想自己嘅女兒繼續可以喺香港讀書，咁亦都希望佢可以多啲認識我哋嘅國家。黎盈希正就讀中一，佢話學校融入咗好多香港嘅元素，令佢覺得好親切。最大嘅分別就係更 friendly 啦，同埋大家更開朗啦。喺香港覺得大家都係好中意讀書，就好安靜。嚟到呢度咧，大家都會分享下自己生活啊。學校喺2022年開辦，位於高鐵慶盛站附近。坐高鐵由香港西九龍站出發，只需要大約1個鐘車程。學校有4座教學樓，有演講廳、體育館等設施，仲設有學生宿舍。其中一個優勢就係可以讓學生咧離開一個彈丸之地嘅香港啦，可以去到大灣區嚟到生活，嚟到體驗。其實呢個正係咧可以身體力行去融入國家嘅發展大局，亦都喺佢哋喺成長期啦，可以認識國家嘅發展。佢一個高鐵，佢就可以咧係走遍天下，並且咧能夠佢嘅同學可能係來自全國嘅全國嘅精英包括可能有北京有上海。咁其實對於佢哋嗰個嘅思維視野咧係有不一樣嘅拓寬咯。學校目前開辦12年一條龍課程，有 IB、IGCSE 以及香港中學文憑試選擇，為學生未來銜接香港或者海外升學做準備。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夯實佢一個學術嘅基礎。咁所以呢間學校咧好着準個2文3語嘅鍛鍊啦。雖然咧佢嘅課程咧其實係全英語學習，就好似將香港一間非常之優秀學校咧搬咗上嚟國內一樣。咁我哋都希望佢能夠打造一個咧比較好嘅學術氛圍。學校計劃喺新學年開辦幼稚園課程，為喺南沙發展嘅港澳居民提供更完善嘅教育服務。